歡迎嚟到直播間咁多位，呢度係吉利銀行運貨吉盛 4S 店啊。而我呢就係呢間 4S 店嘅靚女主播，我叫時芳芳。未關注嘅點點關注，如果你係第一次過嚟嘅，點個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百萬飛手，你呢個時候唔係應該瞓覺咩？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，吉利銀行運貨吉盛 4S 店就係呢度。今日我會喺度等住你過嚟揾我買車啊！有冇老闆係有興趣購車過嚟 4S 店可以揾我搶手？好熱，我依家運貨呢度成30度喎，你海南嗰邊應該都成30幾度啦，35、6度啦。你嘅份工資終於體現出價值啦！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老闆點個關注先，點關注啊！左上角有個頭像嘅，你篤佢，你點佢點個關注先，關注咗我再講啊！車睇唔睇唔緊要，主播一定要關注。40度咁誇張？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如果你想睇車想攞優惠攞政策嘅，先點講個時風車度私信我，點個時風車嗰度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我會將我哋成間店嘅優惠政策補貼發俾你，尤其係你意向嘅車人發俾你，你就非常之清楚啦。對我哋嘅優惠補貼政策啊，仲有底價報價單俾你啦，仲有我贈送你私人500蚊購車優惠券，高額巨額購車優惠券喎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先點關注先，因為喺直播間你睇到呢就係全運貨市身材非常之好，樣非常之靚嘅顏值主播，我叫史芳芳。未關注一定要點關注先，車同我一樣咁好睇。嗱，另外我哋嘅至高優惠補貼我話你知啦，加上國保之後，我哋呢度最高可以去到32,500蚊，32,500蚊就我哋吉利銀行依然可以領取到嘅。你有台報廢車過嚟，領咗國保2萬蚊之後，再加廠家嘅1萬蚊，再加特殊職業嘅2000蚊，再加我500蚊，就係32,500蚊啦。最高補貼可以俾到呢個你。有冇未關注嘅點個關注先？未關注點個關注，想攞補貼，想攞你意向車有幾多補貼咧？先私信我私信我先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我慢慢同你講。優惠4萬，話你知。我做咁耐都未見過有優惠4萬嘅車，去邊度優惠4萬我就唔知啦。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點關注，未關注可以點關注先。想睇邊台車可以公屏上面打出嚟同我講聲啊！吉利銀河全系列嘅車，我哋呢度都有，你想睇邊台車同我講聲。包括 E5 啊、L6 啊、L7 啊、E8 啊、星願啊、星藍七啊、熊貓啊、星耀8啊，呢啲車8款車我哋全部都有。如果你係有留意吉利車嘅話，私信我留聯繫方式俾我，我將優惠補貼價格發去你手機上面，先睇過先，覺得價格合適，再過嚟呢度試駕都未遲啊！有方程炮，咁我買方程炮嗰時你又唔買？我依家走嚟買吉利，你就話買方程炮，專咁反動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吉利銀行運貨吉盛 4S 店呢度係喺運貨市嘅 4S 店。如果你都係運貨佬嘅話呢，就點個關注，點個讚先啦。過嚟 4S 店揾我。運貨市運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。吉利銀行運貨吉盛 4S 店。如果你係運貨佬嘅話，星期日過嚟揾我。今天凡係到店嘅都有500蚊礦泉水。唔係，都有一支正口礦泉水贈送俾你。
係咁反骨，難怪你今日40度高溫出去搶收，你咁反骨啊！做好事做得多就唔會40度出去見你搶收呢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老闆點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S店電話，想睇邊台車可以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，成公司都知你反骨。咁你可唔可以轉500蚊俾我？你咁反骨啊！嗱，我優惠你500蚊過嚟買車，你反骨啲嘅，你轉翻500蚊過嚟俾我，然後過嚟買翻台車，你做唔做啊？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呢度係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S店，有冇宏浮佬喺度？有冇宏浮佬喺度？如果你都係宏浮嘅，點個關注私信我先，私信我一定要私信我，私信咗我可以過嚟購車送多500蚊優惠俾你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哋慢慢傾，我將我哋嘅優惠補貼發俾你，尤其呢台車嗱，你中意200嘅，我將200嘅廠家優惠信息發俾你，包括贈送嘅禮品清單啊。優惠嘅補貼目錄啊，我都發埋俾你，你就非常清楚。你如果覺得價格合適嘅，再過嚟試試台車。隻腳冇揼啊！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呢度係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S店。你想睇邊台車喺公屏上面打車，同我講聲。未關注嘅可以點個關注先，我未關注點點關注先。嗱，你想睇邊台車，將話俾我知，私信我，我再將呢台車嘅政策優惠補貼發去你手機上面。你睇得合適嘅再話我知，睇得合適再話我知啊。唔合適嘅刪除啦嚇，我哋完全冇問題，可以嘅，完全冇問題，可以。冇宏浮仔就有。睇星月，我唔睇星月，我都好反骨噶。你想睇星月咧，過嚟4S店度睇。雖然我度係有星月，但我唔想帶你去睇。邊個見你咁反骨啊？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S店有靚女喺度直播，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S店有靚女喺度直播啊！點關注先？叻啦叻啦！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。如果係想睇車啊，私信我先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先，私信我。直播間有個時風車，有個免費獲取底價報價清單，呢個時風車，你點佢，然之後私信我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然之後我送500蚊俾你過嚟購車，仲有一切優惠信息，包括呢台車嘅信息發埋俾你，廠家優惠幾多啊，指導價幾多啊，有咩貸款優惠啊，仲有贈送嘅禮品服務啊，呢啲發埋俾你。呢啲咁嘅服務你現場到店攞唔到啊，只有我主播先可以贈送俾呢個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就一定要點個時風車度留個聯繫方式俾我。嗱，另外如果你對購車冇興趣，但係我覺得你估計對靚女有興趣，所以你先點個關注先，關注下我先，關注一下我先。估計你都對購車有興趣啦，先點點關注，關注一下我先。嗱，直播間有關注嘅，你唔睇車點關注？睇車私信我，私信我。嗱，我先同你哋咁多位講下我哋間店最高綜合優惠補貼，領取咗國保之後，最高可以去到32,500蚊。購買我哋吉利銀河 E 最高去到32,500蚊。購買吉利銀河 E8最高優惠可以俾到28,500蚊俾你。你有台報廢車過嚟就有呢個價。星耀8嘅話亦都係30,500蚊最高補貼優惠啊！
你有台報廢車，我哋就真係非常之高嘅補貼俾你啦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盛 4S 店啊！嗱，你哋想睇邊台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啊！想睇邊台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。錯應該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未關注點關注先。鞋呢可能會隨時真係未關注嘅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盛 4S 店。你中意邊台車可以先私信我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可以俾到你非常之高嘅優惠補貼呢家，真係非常之高嘅優惠補貼啊！嗱，我哋講話俾你知，我哋呢間店8款新能源汽車款唔一樣，最平4萬幾蚊，最貴先19萬。我哋最高嘅補貼領取國保之後咧，可以達到32,500蚊，32,500蚊。多謝你嘅心心，多謝老闆你嘅心心啊！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關注啊！吉利銀河運貨吉盛 4S 店就喺呢度，你想睇邊台車同我講聲，我哋最高補貼領取國保之後32,500蚊，最高呢個價啦。嗱，購買呢台吉利銀河200 28,500蚊，購買星200 30,500蚊，有台報廢車開過嚟就可以領取呢個優惠，呢個補貼。喺直播間未關注嘅人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人點關注。吉利銀河運貨吉盛 4S 店呢度係。嗱，想睇邊台車可以後台私信我一下。可以後台私信我一下。怎麼都不掉，你估下？飲杯水先。係自己㗎，飲杯水先。冇拉長腿。今日唔去睇舞獅，今日去邊度睇舞獅啊？嗱，我咁再加上呢對高踭鞋，睇起身有1.76米、1.77米咁嘅身高噶啦。
嗱，睇到啦，台車係冇變形㗎，台車冇變形㗎，所以我係冇開拉長腿特效嘅，我係冇開拉長腿特效。腳幾大講咩啊？我都話今日冇去睇慕斯咯，仲有隻腳，我點解要同你講我隻腳幾大啊？睇內飾嘅話，帶你睇一次內飾，係咪呢台衣8先？我可以帶你去睇一次內飾。嗱，呢台衣8，佢有內飾，有興趣你點個視光車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喎。帶你睇內飾咁重要嘅事情，你都唔留聯繫方式俾我唔得嘅喎。嗱，呢個45英寸超長中控屏啊，你喺上嗰玩遊戲都得，玩食雞啊，玩和平精英完全可以。嗱，呢度。呢個呢個 VIP 行政電動座椅啦，前主駕副駕都有按摩功能，後排座椅仲可以前後調節，後排座椅可以前後調節。呢度嘅位置到呢一度位置係80幾厘米長，80幾厘米長，係款中大型嘅轎車嚟嘅，純電動，最長700公里續航。呢個版本呢就係探索自駕版575公里嘅續航能力，後排尾門電動調節嘅自動尾門。嗱，內飾佢有氛圍燈嘅，呢個呢仲係個全景天窗，睇唔睇到？全景天窗。嗱，呢台就吉利牛衣8，依家呢就係廠保領咗之後呢就係13萬起步，13萬起步啊！領咗廠保之後。嗱，有興趣嘅話可以點個視光車留嘅聯繫方式俾我先。中大型嘅轎車嚟嘅，亦都係我哋全店最高配置嘅車型。嗱，睇咗之後有冇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？嗱，直接點直播間呢度有個視光車免費獲取遞價單，你點佢然之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就可獲得我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。171應該睇睇咩咯？講咩先？1.71應該男同事望我高，我唔單止女嘅最高，喺男嘅所有同事之中我都係最高，應該係全店所有人之中我最高，男女都唔夠我高。嗱，人生願望剛才帶你睇咗內飾，我亦都介紹咗俾你。你有冇點個視光車留嘅聯繫方式俾我先？我將呢台車嘅優惠補貼發去你手機上面望一望，你覺得合適嘅，我哋可以繼續傾落去。如果你覺得唔合適嘅，可以刪除拉黑，我哋都完全冇問題，完全可以。嗱，留咗聯繫方式，你點視光車呢度，我送你500蚊購車優惠券，馬上贈送，馬上優惠。嗱，凡係到店可以獲贈主播贈送俾你精美正口礦泉水1支。多謝嗱，多謝送車嘅心心啊，多謝直播間嘅哥哥們送車嘅心心。尺呢就冇啦，但係你可以過嚟現場睇我嘅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呢度係吉利亞豪運貨吉盛4S店，我係1.71米身高大長腿嘅靚女主播。我都唔敢講咁大聲呢。嗱，所以你哋未關注嘅點點關注。我着你哋又唔睇，唔着你哋又話唔着，真係。既然公嗱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，公屏上面打出嚟同我講聲，一部價格優惠俾你，所以你攞到中合星源係老闆親唔到去睇，要麼你過嚟4S店睇，可唔可以睇下星源？阿斌哥，
CCB 我好似記得你留個聯繫方式嘅，星園咧你可以過嚟4S店睇，因為星園冇開入展廳入邊啊，外邊成30幾度高溫又冇網絡，真係帶唔到你出去睇。你可以過嚟4S店呢度㗎。嗱，點個小風車留個聯繫方式，仲有500蚊購車優惠券送俾你。肯喎，肯巧妙喎，我就黑你這圖。嗱，你講下我究竟喺直播間做咗咩事先令到你哋咁有興趣？講下先，究竟係咩事先？芳芳下午能不能尊重？嗱，同你講，老闆，我冇買過呢啲咁嘅服裝，我冇買過，我冇嘅，冇得着。今天穿呢兩隻鞋，係啦，因為冇人偷，所以咧就有鞋着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想睇得賣給芳芳。嗱，係可以嘅，完全可以嘅。你呢種講法啊，我先同你講下。你哋中意嘅可以寄嚟4S店呢度俾我，我覺得合適嘅我會着。嗱，吉利銀河、宏浮吉城4S店、宏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，就係我哋間店啦。如果你有咩想俾我，可以寄嚟呢間店度俾我。或者可以自行到店睇車試駕嘅，可以睇車試駕。嗱，地址講咗啦，宏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，吉利銀河宏浮吉城4S店。嗱，地址俾咗你啦。嗱，你中意咩嘅，你寄過嚟就得。嗱，想睇咩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啊！想睇咩車啊？或者後台先上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仲有主播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。嗱，你點個順風車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有500蚊購車優惠券免費贈送俾你，仲有汽車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，仲有汽車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。寄個。你隻名太犀利啦，梅村尼夫。有冇水先？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吉利銀河宏浮吉城4S店嘅靚女主播就喺呢度，嚟關注佢。嗱，先點個關注先，點個關注先。嗱，如果你未關注嘅，可以點個關注，想睇車私信我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。直播間有個免費領取內部底價單嘅時風車嘅，你點擊佢，你私信我，留咗聯繫方式俾我，我可以安排500蚊購車優惠券俾你，任何一台車都可以優惠你500蚊啊！有冇興趣想了解先？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吉利銀河宏浮吉城4S店就喺呢度。你想睇咩車可啊？後台私信我下，留咗聯繫方式嘅可獲得500蚊購車優惠券啦。
仲有主播我為你贈送嘅增口抗傳數一支，仲有汽車底價報價清單，即係將我哋嘅店入低有咩優惠信息，我都發去俾你知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點點關注，關注最重要係直播間嘅人，點點關注先。嗱，你睇到直播間嘅呢個咧，就係1米71身高嘅大長腿靚女主播。你咪睇直播間咁矮，其實真人係有1米71身高嘅。所以如果你想睇車嘅話，可以過嚟現場順便睇下我係咪真係咁高。嗱，我講多次我哋間店嘅地址：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。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喎。嗱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？呢度係吉利銀行雲浮吉盛 4S 店，我哋係雲浮市 4S 店。如果你都係雲浮市或者係肇慶市啊、梧州啊嗰啲，都可以點關注。可以同我諮詢價格嘅，點個時風車流，因為你哋比較近，購車可能會過嚟我哋呢間店度，所以你點個時風車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我將我哋嘅優惠補貼話你知道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直播間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。嗱，如果你係想買車私信我，嗱，直播間人可唔可以講句話先啊？成36個人，話又唔講句，責任幫我點點關注又唔係好多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嗱，今日係星期日啦，如果你得閒嘅可以過嚟揾我，可以過嚟揾我。嗱，我身後面呢台車就吉利銀河E8啦，真係非常之好睇，嗰款中大型轎車嚟嘅喎，中大型轎車你哋中唔中意先？掉個鞋可以嗎？點解要掉呢？你而家俾個理由我先咯。點解我問好多次，點解要掉鞋？你俾個理由我先。因為不小心。嗱，我而家係好小心嘅，我而家好小心。點解我好似好矮咁嘅？嗱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你明理解着先。今日咁熱咧就冇着啦，今日咁熱㗎，睇我肯定冇着啦。今日咁熱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。吉利銀河雲浮吉盛 4S 店就喺呢度，你想睇咩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啊！想睇咩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。熱先要着，一味你能一熱先要着，唔小心的我們可以理解。
難道以前睇身就唔乾淨嗎？主播肯定係乾淨㗎啦，係咪先？嗱，主播咧就好小心嘅，主播好小心啊！嗱，我希望你哋唔小心點到個時風車，留咗個聯繫方式俾我。我就希望你哋唔小心點到個直播間有個時風車，唔小心咁留咗個聯繫方式俾我，然之後唔小心咁過嚟4S店揾我買咗台車翻去。我就非常中意你呢一啲唔小心。點解唔除？咁我問翻你，點解要除鞋先？要睇下有冇汗腳。嗱，我同你講咗啦，公屏上面直播間更加講咗，主播咧係冇任何味道、冇任何異味嘅，冇鹹魚味、冇榴蓮味，唔需要再問啦呢樣嘢。你前一日咪一直除，咁前一日冇鞋啊嘛，咁依家有啊嘛，有點解要除先？嗱，想睇邊台車，我喺公屏上面打車，同我講聲。為了流量，我打工㗎咋，呢個號又唔係我攞咁高流量做咩啊？嗱，要買車點時風車度私信我，留聯繫方式俾我，可以獲得我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俾你。未關注點關注我，仲會將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知。嗱，仲有500蚊購車優惠券免費贈送俾你。所以你先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然後同我講你中意睇邊台車。今日咁熱都唔出，你睇我就知道今日熱啦，着衣服都知道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今日的確係熱，冇錯，今日的確係熱，所以就係唔着絲襪啦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啊，唔講其他，我係講車，我係買車嘅。你買車就點小方車度聯繫我先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我會有優惠俾你啦，我會有底價單俾你啦，亦都有專人安排對接你啦。如果你想試㗎，可以過嚟揾我去，同你去兜風，完全可以，完全冇問題。我仲出錢請你翻嚟帶我去兜風添，500蚊購車優惠券免費送俾你，就係點直播間呢個時風車啊！知唔知道有個時風車可以私信我㗎？你哋知唔知道嘅先？講嘅粵語嗎？係冇錯，係粵語，係廣東話，係廣東話，不可以說國語啊！講多次，不可以說國語，抖音會封的。嗱，喺直播間度未關注嘅點你關注先，因為熱怕腳出汗，所以要除鞋透氣，所以着絲襪吸汗。咁我想問你，咁啲汗去咗其他嘅物體嗰度，咁其他物體咪會有味道咯？咁又咪一樣？冇對象要嗎？嗱，你睇我咁後生，知道我仲未有對象啦。今年20歲，一睇就知道未有對象嗰種。嗱，
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。吉利銀河運浮吉城4S 店就喺呢度，有味之後隨即抽絲。嗱，我重申一次添，呢度係冇味嘅，空氣清新嘅，無論係邊度都係冇味。我哋呢間4S 店，飲杯水先。麻煩係今日到店嘅朋友都可獲贈呢一支正口抗傳水一支啊，都有正口抗傳水一支免費贈送俾你嘅喎。係冇錯，05年。出生後過多3年咧，就係08奧運會啦，3歲嘅時候。不是越南語廣東話，講咗好多次。廣東話不是越南語，不可以說國語啊，講咗好多次啦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吉利銀河運浮吉城4S 店，我覺得呢度幾好。老闆，呢啲叫清神，呢啲叫單神，呢啲叫小仙女。嗱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。吉利銀河運浮吉城4S 店就喺呢一度。如果你想購車買新車嘅話，私信我留聯繫方式俾我，可獲得我送你500蚊購車優惠券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唔睇車唔緊要，關注一定要點啊！因為主播咁靚，你唔關注，你仲想關注邊個先？運浮係肇慶的嗎？不是，20幾年前咧就係運浮係肇慶嘅，20年前，但係依家運浮從肇慶獨立咗出嚟，係一個市，喺運浮市呢一度，佢同肇慶市係兩個唔同嘅地方。嗱，如果你想過嚟嘅話，可以過嚟4S店呢度，運浮市。有蚊仔咬死馬，小腿動嚟動去。企得唔舒服嘛，咁咪要喐下咯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。吉利銀河運浮吉城4S 店就喺呢一度。嗱，我就係呢間4S店嘅靚女主播啦。你想睇邊台車，我先私信我，私信直播間有個內部底價清單嘅，你篤佢，你點佢，你篤佢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可獲得我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，係有足足500蚊購車優惠券咁多嘅喎。仲有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，所以你想對邊台車有興趣，先了解清楚先了解呢個價格，呢個優惠補貼先。如果唔係台車最靚，可能最終會因為我哋嘅價格或者補貼覺得你唔合適而放棄購車，咁就會嘥咗好多時間啦。所以你先睇個合唔合適先，價格優惠就係點個小方車留個聯繫方式俾我。嗱，想睇邊台車，我喺公屏上面打出嚟同我講聲，老闆。點解顯得我咁矮嘅？明明成1米7嘅身高嘅人喎，明明1米7身高嘅人喎。
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，關注下先，穿完先。我唔話你知，我唔話你知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想睇邊台車，我喺公屏上面打車，同我講聲啊！吉利銀行全系列車，我哋呢度都有。想睇邊台車，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，同我講聲。嗱，我哋成間店8款新穎汽車，款款唔一樣，最平4萬幾蚊一台。如果冇了解嘅，可以上網了解下吉利銀行嘅車先，一定可能有你中意嗰台。嗱，想睇邊台車，我後台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。私信我留聯繫方式，難道唔識嗎？嗱，直播間未關注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直播間未關注嘅人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盛 4S 店啊。嗱，我哋間 4S 店有非常之多嘅靚車喎。如果你想有購車想置換新車，一定要先了解下我哋嘅車，了解下我哋嘅政策優惠補貼先。點了解呢？點個視風車度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就可以獲得主播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啊！係啊，足足500蚊購車優惠券，我仲會將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去你手機上面，將我哋嘅贈送禮品啊、補貼信息啊發俾你，話你知你購買呢台車，你可以獲得邊啲優惠、邊啲服務。冇錯，係廣東鳥語，廣東鳥語。唔知道唔識嘅可以點個關注先，可以點點關注先。看下信息，你喺公屏上面有咩信息嗎？嗱，係冇錯，我哋講係廣東話，因為抖音只可以識別一種語言，我講咗粵語就不能說普通話，不能說普通話了。粵語老大嘅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。想睇邊台車，我係喺公屏上面私信我，後台私信我點個視風車啊，我會將我哋嘅車優惠信息發俾你。尤其係你中意睇邊台車，例如你想睇E8，我將E8你獲得嘅優惠信息發俾你啊。如果你係想知道你貸款可以獲得幾多貸款，我亦都可以話俾你知。嗱，我哋最高可以支持零首付、零利息嘅優惠，都可以俾到你零首付、零利息啊。有冇中意嘅先？詹姆斯，你自己望清楚，你自己望清楚，用高清你嘅手機啊，自己望清楚。我嘅直播係藍光高清嘅，藍光高清。A7 邊個時候出？A7 咧就係快啦，A7 快啦，我亦都拍咗個視頻嘅，視頻度講你留意 A7 嘅話，你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我備註嘅係 A7 嘅客戶。如果 A7 到店，我第一時間通知你，即係有 A7 嘅優惠、A7 嘅政策啊、A7 嘅車啊，有咗之後我第一時間通知你過嚟間店度
得唔得？可唔可以？嗱，你就係點個順風車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得啦，我會幫你備註嘅，幫你備註。嗱，我哋依家都係做緊 A7 嗰個宣傳，廠家都係有宣傳要求，所以你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。就係點直播間嗰個順風車，仲有500蚊購車優惠券送俾你喎。到時如果你買 A7 嘅話，就係咁嘅，篤篤個手指就優惠多500蚊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嗱，阿敏你點個順風車啊？直播間有個順風車，你篤佢，你點佢先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備註下你先啊。A7 到店我再通知你，可唔可以？唔係嘅話，我哋呢度有 A7，到時我又唔知點話你知，你又唔知去邊度揾 A7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想睇車就私信我下，私信我一下，我將優惠將補貼發俾你啊，私信我一下。妹子坐依白車裏面睇睇，坐我就唔坐啦，你想睇依白我可以帶你睇內飾。因為我坐上咧顯得我太高啦，我1.7米嘅身高，再加埋高踭係1.76米、1.77米咁坐上，就可能會顯得我比較窄，坐上台車啊，所以我就唔坐上去啦。1.77米啊，加上高踭係1.77米。嗱，汽車下鄉是不是又可以有優惠？汽車下鄉咧，我哋呢度咧就冇汽車下鄉呢個活動。呢個咧可能係政府搞嘅，呢個可能係政府搞，但係我哋好似冇呢個活動嘅，係真係非常之抱歉啦，汽車下鄉呢個活動。但係咧，我哋呢度咧係可以疊加政府補貼，政府補貼有咩？我哋亦都可以疊加嘅。例如好似我哋呢度，你買吉利銀河醫院咁樣，我哋最高嘅優惠，我可以話你知啊，32,500蚊，32,500蚊有2萬蚊係報廢補貼，政府嘅報廢補貼，再加1萬蚊，再加8,000蚊嘅自願補貼，廠家自願補貼，再加2,000蚊現金優惠，再加2,000蚊嘅特殊職業補貼2,000蚊。仲有我主播直播間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補貼，加埋起身就係32,500蚊，呢個係最高優惠。吉利銀河醫院，如果你有興趣點個順風車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。你中意邊台車，我將優惠信息發俾你，可唔可以？你同學車那個是兩組？兩姐妹嗎？我邊度有同學車啊？A6錯啊？呢度冇，呢度沒有 A6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我成個鐘啦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關注。吉利銀河宏浮吉城 4S 店就係呢一度。如果你對購車有興趣話，先私信我先，我將優惠補貼信息發去你手機上面，私信我留聯繫方式。
如果你唔中意睇車唔緊要，點關注先，關注一下主播先。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啊！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先。嗱，講多次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。如果你想睇車有興趣嘅話，先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。想睇咩車可以先私信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。點點小風車度留個聯繫方式俾我。想睇咩車點小風車先，留聯繫方式啊！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點關注先？嗱，呢度係吉利銀行宏浮吉盛 4S 店啊，喺宏浮市嘅 4S 店。如果你未關注，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？直播間嘅哥哥們，幫襯你就偷偷摸摸事。
我係睇緊直播間嘅，我係睇緊直播間嘅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。想私信嘅話呢，就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點呢個特價報價清單呢度。嗱，呢度有個特價報價清單嘅，你點佢然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可以獲得我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，仲有專人安排你過嚟睇車，好帶埋我去試駕。嗱，就係你點個聯繫方式俾我就得啦。好啦，我落播先啦，我等下再開播，拜拜。未關注點關注我，等下再開播，拜拜先。先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先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行還優惠券俾你，係有足足500蚊購車優惠券嘅喎。咩可喺公屏上面講啊？嗱，直播間呢度你講乜，我馬上回覆你，唔需要再等私人號。打係脱現你點讚3次。呢個講我，你講得出咗到喎。睇緊對鞋嗎？關注先，點點關注先。想睇邊台車可以私信關注先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。小姐姐今日當時見到真真係咩感受先？喺灣邊村嗰時，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注可以點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行宏發吉盛4S 店。你想睇邊台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。今日高喺隔離，咁你有冇入？嗱，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先。仲有安排專業嘅銷售顧問對接你過嚟提車，所以你就係留個聯繫方式就可以獲得一補貼，話你知啦，發去你手機上面，然之後過嚟購車，你過嚟睇車可以帶埋我去試駕都得。成功購車 S7埋咗未？我哋呢度冇粉色嘅 S7喎。嗱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點關注。條件滿足嘅話，你買吉利銀河醫就有32,500蚊，呢個優惠俾到你。唔止先嗱，但係如果你講好睇，我呢一台車都係咁好睇。嗱，你從直播間望到啦，咁長嘅車頭一顯示冇着嗎？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廣州方向200米嘅吉利銀河宏發吉盛4S 店。嗱，喺直播間未關注可以點樣購車優惠券啊？係有足足500蚊購車優惠券。
俾你。如果想過嚟4S店揾我，可以。優惠券，仲有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去你手機上面，所以你購車第一步或者認識主播第一步就係、想睇邊台車，我喺公屏上面，我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啊！想睇邊台車，我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。嗱，我哋成間店最高綜合總穿高踭鞋腳唔同嗎？同，好同，非常同。睇真人過嚟4S店呢度坐緊睇，過嚟呢度坐緊睇，現場脱俾你脱鞋俾你睇，仲可以轉真係。來叔叔抱抱先。唉，我都唔識講啦。鐵嘅話咧，過嚟4S店揾我，過嚟4S店呢度係吉利銀河運浮吉盛4S。嗱，喺直播間可以，但係我唔會坐。睇空間可以，我唔會坐。你確定要睇後排空間呢度？車就自動優惠你500蚊啊！我哋購車就自動優惠你500蚊，仲有汽車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，你揾主播試駕提車，亦都有主播贈送俾你嘅精美服務、精美禮品。報廢車開過嚟買我哋吉利銀河醫，而且仲係軍人、檢察、教師、消防員其中一種職業，就可以，即都仲有2萬幾蚊嘅優惠，仲有2萬蚊嘅優惠俾你。端州區友誼啱，端州嗱，端州區嘅大哥點先上我樓啊？可以叫我做靚女方。肇慶寶馬主播講嘢好聽，頭先經濟價值又高。點個小風車頭鬧嘅聯繫方式俾我。奔馳主播說話好溫柔，咁難道我講嘢唔溫柔嗎？嗱，仲有你唔好叫我做鹹濕方，叫靚女方，叫溫柔的小花。成日營運浮最靚嗰個，咁的確係啊嘛。你咪以為我矮喎，我1米71身高嘅喎。嗱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不可以說普通話，不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呢度係吉利銀河運浮吉盛4S店，我呢就係呢間4S店有得10蚊購車優惠券，仲有主播安排嘅專業銷售顧問俾你，係非常之專業嘅銷售顧問俾你喎。想睇邊度定呢一度？另外我哋有非常之高額嘅置換補貼啊！你開台舊車、開台報廢車過嚟，開優惠底價單發俾你，仲會私人贈送500蚊購車優惠俾你嘅。500蚊購車優惠係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點關注先。呢個係吉利銀行運券，係有足足500蚊嘅購車優惠券喎。關注有托咩關注呢？嗱，直播間未關。
本地嘅一定要關注我，本地㗎我都係雲浮本地，所以你如果未關注嘅可以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可以點關注先。麻煩係今日到店嘅都可以獲贈主播贈送俾你精美進口礦泉水一支，係精美嘅進口礦泉水一支喎。如果係想飲嘅，過嚟4S店揾我，有精美進口礦泉水一支送俾你。如果你係未關注嘅，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關注先？如果你係未關注嘅，點關注先？呢度係吉利銀行雲浮吉盛4S店啊，係雲浮市嘅4S店。如果你有對購車有興趣，係私信我直播間有個私信嘅，點個時光車度，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就有主播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，係有足500蚊咁多嘅喎。購買任何一台車都可以額外優惠你多500蚊嘅。有冇興趣想揾主播買車先？有冇興趣想揾主播買車先？如果你係雲浮市嘅話，梧州市嘅或者係羅定市啊，仲有肇慶市啊、佛山啊，呢啲都可以過嚟買車㗎，可以過嚟買車喎，老闆。你覺得價格合適嘅，過嚟我哋呢度買，完全冇問題，完全可以。你點個時風車私信我留聯繫方式俾我會有500蚊購車為券額外送俾你，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，只需要你話俾我知你中意睇邊台車就得啦，仲有專人服侍你過嚟睇車。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？未關注嘅可以點關注先。吉利銀行雲浮吉盛4S店就喺呢一度，我就係呢間4S店嘅靚女主播，叫靚女方，亦都係叫芳芳。你未關注我嘅一定要點關注哦，未關注一定要點關注。一級美牙，我同你講，你過嚟直播，過嚟4S店又睇我同直播間係咪一模一樣嘅？睇我同直播間係咪一模一樣嘅？個個都係話好靚，美顏我已經開最低，身材特效我全部關咗，我唔會好似其他主播咁搞咁多唔勤怪嘅特效出嚟，我係追求真實嘅。你未關注我嘅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點關注先？吉利銀行雲浮吉盛4S店就喺呢度，而我呢就呢間4S店度最靚嘅靚女主播，我叫小芳芳。你未關注我一定要關注，未關注我一定要關注。我有500蚊購車優惠券免費贈送俾你啊！你點個時光車啦，私信我，然之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就可以獲贈500蚊購車優惠券，仲有主播安排嘅專業銷售顧問對接你過嚟睇車，仲有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。我哋嘅底價報價清單發俾你啊，就係只需你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就可以啦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，你刪除我、拉黑我哋都完全冇問題，完全可以。你覺得價格唔合適啊，都可以刪除拉黑我。直播間度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
歡迎歐生嚟到直播間，早上好，歐生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關注先。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盛嘅 4S 店，而我呢就呢間 4S 店度頭排靚女主播叫靚女方。未關注嘅點關注，想睇車私信我，想睇車私信我，可獲得主播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。嗱，有冇過嚟現場見過我真人嘅先？有冇見過我真人嘅先？見過嘅話喺公屏上面打出嚟，係唔係真係咁靚？係咪真係咁靚？見過我喺公屏上面打出嚟。嗱，有冇人知道我哋間 4S 店喺邊啊？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街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。不可以說普通話，我打出嚟不可以說普通話，因為抖音禁止講2種語言。嗱，我打咗出嚟啦，喺公屏上面打咗出嚟，自己望一望先。不可以說普通話，抖音禁止我講國語，唔可以同時講2種語言嘅，會下播。你講咩啊？中意女，我中意女。嗱，你中意買車可以啊，嗱，你中意主播完全都可以喎，你中意主播完全可以點個時風車關注一下先，關注唔係點頭像關注一下，然之後時風車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留個聯繫方式嗰個係你認識主播嘅第一步，然之後我會將地價報價清單發俾你啊，安排專業銷售顧問約你過嚟睇車啊，如果你覺得合適嘅過嚟買台車送俾主播，咁樣你溝主播咧機會就非常之大啦，大到有90%以上啊！嗱，方法都話咗俾你哋知咯，你哋去唔去實現，去唔去做就你哋自己嘅事啦。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靚女回個私信，冇得客戶啊！我喺直播間度，我工作緊，我而家邊可以覆私人信息啊？嗱，未關注嘅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可以點關注。我係賣車嘅，唔係賣其他，記得我依家係工作中，唔喺度娛樂啊！依家唔喺度娛樂直播，我係工作啊，我係賣車啊！嗱，呢台跟另外28000蚊嘅最高報廢補貼，28000蚊最高嘅補貼，跟另外200。如果你想睇其他車，可以後台私信我留個聯繫方式俾我先，我仲會送多500蚊購車優惠券俾你。呢個接個圖先，我自己。我自己接個圖先。截個圖啫，我自己。你小孩圖我唔係我細路，係我哋嘅客戶，俾你望一望。嗱，俾你望一望，我哋呢度好多客戶嘅細路仔喺度跑嚟跑去。嗱，呢度今日星期日啊，好多客戶喺度，呢度現場係好多人嘅，所以呢度4S店唔係只有我自己一個，唔係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喺度啦。4S店呢度咧就唔係只有我一個人。
怎麼這麼多小係因為今日星期日啊，星期日週末比較多人過嚟睇車，比較多人過嚟睇車，所以人會比較多。嗱，直播間我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未關注嘅點點關注。想睇邊個車可以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。嗱，我就係叫靚女方啦，你未關注我嘅點點關注先。直播間又未關注點點關注，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城4S店，最高綜合優惠補貼32,500蚊。你有部快車開過嚟就有呢個價俾你，如果你係軍人、警察、教師、消防員，同埋有部快車同埋吉利銀河醫院，就可以優惠你32,500蚊。夠唔夠多？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先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。嗱，直播間未關注嘅點點關注先，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城4S店，想睇邊台車我喺公屏上面打車同我講聲。未關注我嘅點點關注先，可唔可以直播間嘅哥哥們？呢度係吉利銀河運貨吉城嘅4S店啊！嗱，如果係留聯繫方式俾我過嚟，我哋呢度睇車係有主播贈送俾你購車優惠券500蚊。有冇雲浮市嘅朋友先？有冇雲浮市嘅朋友過嚟4S店呢度？有冇雲浮市嘅朋友過嚟4S店呢度過嚟睇車購車㗎？聽又聽不懂，咁我唔講啦，聽唔懂嘅睇下靚女仲好啦，聽唔懂。未關注嘅私信留個聯繫方式，可以獲得主播贈送俾你500蚊購車優惠券。姐姐我哋不時係線你都。嗱，發俾你，仲有安排非常之專業嘅銷售顧問對住你過嚟提車。我覺得你嘅水平應該都唔會話好高，仲有心情刷抖音嘅話㗎，所以你寫唔寫姓名應該食飯補充下休息，而唔係刷抖音睇靚女。先，中意邊一台車，同我講聲先。直播先。吉利銀河運貨吉城4S店就喺呢度啊！另外我哋仲有高額嘅置換保。
所以你未關注嘅點個關注先，可唔可以哥哥們點關注先？嗱，想睇邊台車可以私信我，留個聯繫方式俾我，點我係方式俾我安排優惠俾你，我安排優惠俾你啊！最高係我正口嘅礦泉水，係我正安排好，底價報價先啦，發俾你，未關注點關注，好啦，就要。